近日，日本東京都港區田町一間居酒屋爆出嚴重醜聞，數名女員工係上菜前徒手抓取客人餐點偷食，仲將全個過程拍低上傳社交平台。從網上瘋傳嘅影片可以睇到，幾名女員工聚集喺出餐嘅工作區，其中一個員工率先徒手由待出餐嘅餐盤裏抓起食物塞入嘴裡面。其他員工不但冇制止，反而有樣學樣，一齊偷食。工作台上多份準備送俾客人嘅料理，都遭到佢哋徒手觸碰食用。更令人氣憤嘅係，佢哋竟然全程得意洋洋咁對住鏡頭記錄偷食過程，網民紛紛斥責呢啲員工行為已違反食品衛生法。從影片字幕能睇出，呢啲員工偷食嘅動機，竟係想通過減少餐點份量，令客人快啲食完，可提早離開收工。事後，佢哋將相關影片上傳到 Instagram 限時動態，隨後被網友截圖轉發至 TikTok 同 X 平台，迅速引發全網擴散。惡心行徑曝光後，有網民根據影片線索，迅速找出涉事店家，幾名員工的個人帳號也遭公開。今次事件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，有網民留言表示，以後都唔會去有學生打工嘅店，老闆可以告員工妨礙業務㗎。如果情況屬實，呢宗醜聞嚴重到可導致停業。